我喺中一啱啱升中學嘅時候，我因為成績差同埋覺得喺其他方面不如其他嘅同學，所以我就變得非常冇有自信。再加上喺疫情期間，我上網課嘅時候，我缺乏呢個自律性，成日喺度打機，我冇去專心去聽書啊，同埋又成日欠交功課。最後因為成績差同埋成日欠交功課而記缺點，所以需要留班。咁我喺留班嗰一年，決心去改變自己，去訂立咗唔同嘅目標。咁我喺同學嘅支持同埋喺老師嘅鼓勵之下，咁我成績慢慢一度進步。除此之外，亦都不斷挑戰自己，喺學校擔任唔同嘅角色。咁亦都有咗好多唔同舞台嘅機會。咁我亦都因此重拾返個信心。咁我喺未來就想喺 DSE 度考好一個成績，實現成為一個老師嘅夢想，將不屈不撓嘅精神同埋超越自我嘅態度帶俾更多嘅人，亦都想喺自己嘅興趣方面有進一步嘅發展，特別喺音樂嘅方面。咁我真係睇住 Kelvin 佢嘅成績咧，係由呢個嘅差去到好嘅。我見到你嘅努力咧，其實都係一路咁樣咧，從課室以內發展到課室以外。咁我發現原來咧，你係冇停止過進步，你好努力咁樣去發展你多方面嘅才能，而你嘅舞台係可以原來咁廣闊咯。咁所以我希望你繼續加油努力，我為你嘅成功感到驕傲。咁作為長期病患嘅我啦，細個到而家都係身體都係唔係太好嘅，不過病情就一直喺控制之中啦。直到中三嗰年，咁中三嗰年臨緊考試嘅時候，我就確診患上甲狀腺癌啦。咁雖然好無奈，付出嘅努力被白費，咁但係我都係放棄咗考試去接受手術同埋治療。咁同年3月，我亦都患上咗卵巢腫瘤，咁我都係好無奈，咁我都放棄咗中期考試。咁因為有做醫生嘅夢想啦，咁所以面對要頻密進出醫院同埋要接受治療導致虛弱身體啦，咁我都係保持樂觀嘅心態，努力追趕學校嘅學習進度。咁最後我喺中期考試都考到個唔錯嘅成績，可以揀到自己心儀嘅科目。佢由細個 BB 嘅時候，我就睇住佢長大㗎啦。咁我確實喺過去呢一年咧，見到佢成長咗好多，亦都成熟咗好多。因為佢有別於同齡嘅年青人，佢唔單止要面對學校上嘅困難，佢亦都面對咗人生健康上面一個好大嘅挑戰。而我亦都深信佢喺未來人生嘅道路上面，每當佢遇到困難，佢一定都會用返同一種嘅堅毅奮鬥精神、樂觀積極嘅態度去面對同埋感染身邊嘅人。最困難嘅話係學習方面嘅困難啦。對於啱啱嚟香港嘅我係非常之唔習慣嘅。喺面對呢啲困難嘅時候，我會利用學習廣東話同埋英文嘅 App， 盡快熟悉學校嘅教學模式，積極同學校老師同學交流，令自己融入香港嘅學習環境。喺未來，我會努力做好考 DSE 嘅準備，能夠考到一間自己中意嘅大學。喺我嘅學業中不斷咁努力，從而累積豐富嘅經驗，為未來打下基礎。咁琳琳喺呢一年裏邊咧，無論喺參加學校活動啦，同埋學習方面咧，都表現得好積極同埋上進嘅。咁令我呢一方面覺得好安慰啦。咁我希望接下來嘅日子裏邊，琳琳可以再接再厲，勇敢咁展翅高飛。喺我由入到中學嘅時候，我就面對一個我自己嘅難題啦，就係成績同小學嘅成績咧係好大嘅對比嘅。對我嚟講係一個打擊啦，但係嗰陣時冇揾方法去面對，選擇咗去逃避啦。終於去到Form 4就要面對留級呢個現實咯，係幾沮喪嘅。好彩嘅係新嘅同學佢哋冇對我惡言相向啦，就可以俾我慢慢 pick up 翻自己嘅自信心咯。慢慢都參加咗唔同嘅課外活動，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啲咩，同埋喺過程入邊學到同人哋溝通，同人哋 teamwork。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喺未來嗰度幫助到自己咁樣。咁其實我好欣賞咧你積極尋求改善嘅態度啦。咁我記得我教你之前咧，其實喺其他老師口中得知你可能會有少少懶散嘅。咁但係當我做咗你班主任同你傾多咗之後咧，我發現其實你都係一步一步咁作出改善嘅。咁我相信只要你保持住自信同埋上進心，你一定可以活出一個無悔嘅人生。加油！多謝。